喺呢個信息萬變嘅時代，健康同埋保障係我哋每個人最關心嘅話題。2025保理醫理第一輯1連7集，我哋將邀請嚟自悠悅醫療嘅專科醫生，探討常見嘅危疾重病同埋一般危疾醫療保險嘅理賠範圍。睇片之前記得先關注我哋 LUA 保協頻道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保協頻道2025保理醫理專輯。我係今年保協會長 Teresa。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泌尿外科專科醫生潘奕君醫生，同我哋講解一下中年男士必定要注意嘅問題——前列腺癌。首先想請問下潘醫生，前列腺癌咧係咪好常見㗎？我哋成日都聽到話前列腺癌都好少死人噃，係咪真有其事㗎？根據最新嘅數據咧，香港每年大約有2300多宗新確診嘅前列腺癌案例，係香港男性常見嘅癌症之一。前列腺癌嘅死亡率最主要取決於發現嘅階段啦，同埋治療嘅效果。早期發現並且接受適當嘅治療咧，前列腺癌5年嘅活存率係十分之高，講緊80到90%。相反，晚期嘅前列腺癌相對嘅存活率只有30到40%。哦，咁前列腺癌咧有乜嘢嘅病徵㗎？咁係點樣先可以篩查到㗎？前列腺癌早期咧通常冇明顯嘅病徵，同前列腺肥大症狀好相似。隨住病情嘅發展咧，病人有機會經歷排尿嘅困難啦、頻尿啦、血尿啦，或者精液帶血。再嚴重啲嘅情況，有遠程擴散去到骨骼咧，就有機會有盆骨啦、腰部啦，或者我哋嘅大髀嘅骨頭感到疼痛。前列腺癌嘅篩查最主要係針對50歲以上嘅男性，或者有45歲以上有家族病史嘅人。最常用嘅篩查方法係前列腺特異性抗原 PSA 血液測試，透過檢查血液中嘅 PSA 水平，初步評估患癌嘅風險。如果 PSA 水平偏高，醫生會建議進行下一步嘅檢查。咁如果 PSA 水平偏高，咁下一步會做啲乜嘢嘅檢查㗎？如果 PSA 嘅水平異常咧，醫生就通常會進行一個叫做肛門指探，意思即係話咧用手指去檢查前列腺有冇異常嘅硬塊。另外，醫生都會建議病人做一個叫磁力共振 MRI。呢個影像尤其喺評估腫瘤嘅位置啦、大細啦、擴散嘅程度或者制定治療計劃嘅方面咧，磁力共振喺前列腺癌嘅檢查裏面都起到一個好關鍵嘅作用。咁如果真係有懷疑嘅時候，咁樣點樣先可以證實到真係即係生癌呢？如果初步檢查異常咧，醫生就會建議做前列腺組織檢查，即係用針去抽取前列腺嘅組織進行化驗，確定係咪真係生癌。原來係咁嘅。咁如果咧確診咗真係患前列腺癌啦，咁治療方案又有乜嘢嘅選擇呢？治療方案咧一般都會根據癌症嘅階段啦、病人嘅年齡啦同埋健康狀況而定嘅。早期嘅前列腺癌，我哋可以選擇積極觀察，意思即係話透過定期嘅檢查啦，觀察癌症嘅發展或者有冇惡化，或者進行手術切除整個前列腺，又或者放射治療。如果癌症已經擴散咗，就可能需要用荷爾蒙治療啦，或者化療等一啲我哋叫全面性、全身性嘅治療。咁如果喺保險角度方面，係咪真係所有前列腺癌都會受到危疾條款嘅保障㗎？最早期嘅前列腺癌講緊 T1A 或者 T1B 期，都只係符合早期惡性腫瘤嘅定義。換言之，淨係符合早期危疾嘅賠償，即係賠償嘅金額有可能淨得20%。反而如果係針抽取前列腺組織而斷診出嚟嘅前列腺癌咧，就至少係 T1C 癌症，符合嚴重危疾嘅定義。順帶一提，國內 T1C 前列腺癌依然係屬於早期嘅危疾，觀眾都要多加留意。再講晚期嘅前列腺癌，通常都有好長嘅時間治療同
同埋多線嘅治療方案。市面上有啲比較新嘅危疾賠償計劃，有同一疾病多次性嘅賠償，絕對有佢嘅優勢。哦，嗱，聽落都好似好複雜喎。咁病人應該點樣選擇適合自己嘅治療方案呢？最緊要都係同醫生有充分嘅溝通，了解每種治療嘅利弊。例如手術同放射治療適合早期嘅癌症，但可能會有副作用。荷爾蒙治療就適合晚期嘅患者，但需要長期嘅跟進。醫生會根據病人嘅情況制定最適合嘅治療計劃。我哋今日好多謝阿潘醫生咁詳細嘅講解。最後有咩建議俾我哋嘅觀眾呢？我建議咧，男士50歲以上就應該定期做檢查，當中包括我哋頭先提及過嘅 PSA 檢查。當然，尤其是有家族病史嘅病人就要更加注意啦。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前列腺癌嘅治癒率係十分之高嘅。大家都要保持健康嘅生活習慣，定期做身體檢查。我哋今日好多謝潘醫生咁詳細嘅分享，希望大家可以從今日嘅討論當中獲得寶貴嘅資訊，重視前列腺癌嘅症狀，早檢查、早治療。多謝收睇，下集我哋會探討胰臟癌同埋理賠嘅實況，下集再見啦。